最近即2工伫学台语方面呢，有练习讲，声放较轻的，讲较慢的，轻声细碎，就是进前为着讲，讲足紧的，想讲做个，台语讲足紧，就袂输啦讲足顺的，总讲甲足顺足熟手的，有即种想法。迄时就是会讲较足紧，想讲若讲慢，就代表讲客。即摆有伫学讲，即个气放较轻呢。进前就讲甲足激动的，想讲紧张讲较激动，是毋是就是互人听较有咧？因为就是厝足大力，想讲安尼大家就较听较有。即摆就豆豆仔伫改变，就豆豆仔讲，而且声音嘛放较软，就是声音就是无即种做出来的话，有可能就是听起来像伫冤家，袂输啦冤家咧。豆豆仔去试看觅，看啥物方式讲起来，就是大家听起来就感觉较自然。即摆就是想讲用台语来思考，即摆有较进步啊。有定定发现讲，我的内底头壳内底想物件是嘛有使用台语伫想哦。伫讲台语的时阵呢，嘛是想讲莫用遐大力，亲像讲对即项代志做有意见的款，就嘛去调整过来。就是安尼慢慢讲，豆豆仔讲。随某呢，伫公司，嘛是有即负责摒扫的清洁人员，伊嘛是教别人惯习讲台语，毋过，嘛是对我惯习讲华语。即店员呢，专任的店员嘛是共款。有一个就是伊就会做自然讲，阿送需要买茶仔无？毋过，即店员对待我，就是无论我用台语甲伊讲多谢，伊犹原嘛是用华语伫甲我讲话。即摆我想想的，就是即种代志就免挂伊，免囥伫心肝顶头，囥伫心肝顶头，就若亲像讲要甲人拜托，就依赖别人，希望别人讲去改变伊家己，甲我的力量交互别人。我想讲，安尼嘛毋是一个足好的循环，因为我会感觉失望，会想讲。我讲台语的价值，就是伫专任的店员身躯顶头，也无就是伫公司负责摒扫的人，由因来决定讲我台语讲有好无？实在是嘛毋免安尼。暗时的时，我就开始有去上家教的课。即摆换即个老师是不但呢是会1点钟收费较少，而且呢嘛定定会超过时间。台语阁是我伫迄个平台找过的老师内底，台语讲较上好，上有台语气口，
嘛对台语上熟手的一个人，嘛是，我著想讲，毋过我著想讲，想要加讲呢，著足想要插喙的。即个老师著是一开喙著做提倡的，讲袂煞。我著爱找一个旁，甲我想要讲的话，甲伊插入去。毋过咧，即个老师嘛有互我足侪意见。不伫较未来，我颠倒会感谢讲，即个老师有甲一寡敲门甲我讲，若一直是甲进前的冰淇淋老师共款，著伫遐互我一个人靠我讲，伊著伫遐看我讲话。颠倒我有可能未来会较感谢即马即个贝特老师，嘛是有可能啦。我著是变做我有一个期待，希望讲，我伫即个老师即个家教，一个对一个，我会当一直去练习要安怎讲台语。毋过咧，老师应该嘛有伊想要甲我教的物件，一寡道理想要讲互我听。毋过我著甲伊会当教我的时间摕来做练习，有可能有较无彩。只是讲即摆我也毋知影。我想的，家己嘛会使去练习，著是练习用口语来写台语的文章。进前著是讲，想讲台语的文章，当然是用写的，安尼豆豆仔思考。毋过这时间拖伤久啊，因为讲拼音的本身著是一个坎，即个坎过了以后，著变做讲一句台语著爱开足侪时间。咱的心理著会惯势用中文来表达。咱著已经惯势即种表达物件，敢若30秒，著甲伊解决牵少起来，无互家己较袂熟手的台语搁较侪时间。我想讲，这会当豆豆仔调整。亲像讲，我即马伫咧公司啊，若较闲的时阵，著练习用台罗拼音，抑是白话字来拍字，互家己一寡时间来练习。当然，即个效率是差足侪。我若用中文的注音，是一个仔著拍好。毋过用台罗拼音，著有一寡字无法度拼出来，搁爱伫咧手机仔用中文，搁去查看伊的台罗拼音。毋过我相信这著是一个过程。我若无安尼试看觅，互家己哪来哪顺，哪来哪用台罗来拍字，拢会当讲甲即个工课完成。袂讲我试看觅，结果2个字以后著嫌慢，著改做中文，著袂记即件代志。这著若亲像讲，有个人想要用台语来开始练习做沟通的工具，毋过可能讲2句啊，对方著听无，抑是讲找无即个词会当表达，著开始用中文，一直用用，拢替互牵去，替互家己牵去，无法度诱转来。
这嘛有可能。我即马就是趁即马讲无足大诶压力，爱做别项代志诶时，偷偷仔甲台文捡转来，甲台语捡转来。我即马拄着较济问题，就是心内有一寡期待，我想要讲，身躯边诶人，拢足济拢是台语伴，毋过伫即马华语足强势环境，这就较无可能。即马会当做诶，就是我听台语诶广播电台，就是用听着台语较简单。毋过爱找别人用台语来对话，甲家己对话，这当然就是爱靠环境。毋过即马我有一个步数，即个步数就是伫心肝底对家己讲话时，以早拢是用中文，即马呢开始会使用台语来试看觅。安尼用台语来试看觅，就变做我诶内心诶环境会当变做一个台语诶环境。即马就是讲，感觉讲家己做甲袂少，嘛有落苦心。毋过有一寡人外口诶人有可能伊嘛毋知影讲你诶状况，敢若就想讲你讲台语就怪怪啊，而且伊对台语嘛无遐大诶重视，就变做会着即款人影响着。我即马这嘛是爱家己，爱嘛偷偷甲伊透开，莫互一寡较无台语意识，伊就是靠伊诶直觉，靠伊诶感觉，就是对我讲华语，对阿送讲台语，这是伊头壳内诶想法，我无需要受着影响。这就若亲像讲，有诶人看到查甫诶，就会问讲：你有查甫朋友？你有翁无？就是即个时阵，我嘛无受着影响啊。我心内讲，我就知影讲，我无翁，有某。毋过这物件无需要外口诶人会认同，抑是讲爱外口诶人赞头，我较感觉讲着安尼较安心。是啊，安尼我哪会伫讲台语方面，就期待讲别人甲我学落，别人甲我当做台语人。这我想嘛是早晚诶代志。只要讲我即马持续继续去练台语，我即马有学足侪新诶词，新诶台语词，就变做讲足侪人可能伊过学仔以后，伊台语方面就当定，嘛无学新诶词，搁加上讲咱即个社会，台湾诶社会，有台语诶物件嘛足罕看着，若无特别去找话，无去看公视台语台诶话，就根本讲伊台语诶词啊，都无搁增加，都无 update。毋过我是有伫持续去增加，去练吧。我想讲安尼诶话，我阁有去上课。若有诶人伊是一个香港人，一开始呢，伊诶中文讲甲无台湾人好，毋过伊若讲
去上课，搁认别足侪中文的词，搁知影讲即个发音的调整。我相信讲过2、3冬，即个台湾人的中文拢讲袂过即个香港人啊。我著毋免讲感觉足悲观的，爱相信家己是有力量的。想想的嘛对啊。有的人虽妄讲台语有台湾气口，是出生了后，足自然的第一个语言，是有安尼的人。毋过咧，伊若对台文，伊著较无去接触，而且伫咧生活中嘛无定定使用。我相信讲，我袂输人输遐忝是白。我相信讲，家己若讲定定去训练，阁会使用台语去讲规篇，以后阁会使讲一寡论述，阁会使试看觅讲新闻，加上家己的想法，安尼好好啊训练。我相信讲，袂遐惨啦，袂遐讲，都练遐久啊，结果阁比即种国校的时阵，就开始无增加新的台语词的人，比因较不如。爱互家己一寡信心。今仔日阁就上课上了以后，都发现讲，可能伤紧张啊，即个锁匙啊，囥伫锁头内底，迄个门要出门的时，煞爬袂出来。我想讲惨啊，要安怎？敲足久，想讲是毋是家己的锁匙颠倒变甲伊插入去？转来时阵，有去丢一个，发现讲这锁店拍锁的店啦，当然遐晚就关门啊，毋知影要安怎。加在就是转来厝的时阵，硬爬，甲伊爬起来，甲这锁匙背锁匙，足大力甲伊背一下，互锁匙会当背出来。背出来惊讲，若锁匙有问题，锁头有问题，阮翁就是一个无安全感的人，伊就会惊吓。有可能连困啊，就想讲有一片门啊，无好好啊锁起来。即个锁搁囥伫门遐门的锁匙孔仔内底，有可能连困拢困袂好势。加在是有硬爬，甲即个锁匙爬出来。我想讲，我毋免讲，逐工拢期待拄着一个有缘人，愿意甲我用台语来对话，实在是毋免做人做甲遐辛苦。我除了用台语来做头壳内底思考以外，我阁会当做练习。当然，第一个练习呢，就是用台语讲日记。我阁会使做别款的练习，就是找一寡题目，无就是找几百图，我来讲一寡故事，拢会当。我应该会去找一寡题目，有可能是
对，我想着我会当做啥物练习。我实际上做介意看一寡为中国走出来，走到海外的一寡中国人因着掠准即个市场即个想要听中国共产党歹话甲因批评。即个市场足大的，足侪人拢会去做即个 YouTuber。我想诶，既然我做爱看的，安尼我会当讲，看以后，我用家己诶话去讲我诶想法啦，对啊。安尼嘛会使做一寡练习。上重要诶，就是讲有一寡新诶事，我会当去查看觅。我若讲日记诶时阵啊，就是因为逐工有可能就是去讲安怎练台语，阮翁囡仔安怎，同事佫安怎，就变做讲，迄个用词拢无进步，拢是生活中诶用词。毋过咧，我若今仔讲一寡我看 YouTube 诶感想，内底就会使使用一寡较新诶词，而且我嘛会当去，亲像文章共款甲伊文章一个有头有尾，有骹有手，安尼嘛是做好诶练习。我若讲定互家己有机会去做台语口说诶练习，我就变做讲我拢靠家己，毋免阁看别人诶白色。若别人讲袂瘾甲我讲台语，对我讲台语，敢若愿意甲我讲华语，啊无就是讲因着对我讲台语，就感觉讲就袂斗搭。我拢毋免去烦恼。进前我真正烦恼讲，若我台语讲甲无好，还是讲有一寡无台语开口，别人拢无爱甲我讲台语，安尼台语对我来讲就死去啊！就变做我敢若有 input 去学一寡用听一寡台语词，别人安怎讲台语。毋过我着无法度 output，就是甲我家己去收来诶台语，拢组织用家己诶思想，佫讲，拢表达出来，就变做讲 output 遮就较弱啊。毋过想诶，就是这拢是基础啦。我会使试看觅，就是找一寡我有兴趣诶。即摆就对这看中国诶即个 YouTuber 批评共产党足有兴趣诶。毋过就定想讲，这就是用中文安尼，我就疏忽，我就甲我诶时间拢无囥伫练台语顶头，听台语顶头啊。惊讲安尼台语就时间就去互分割。毋过想诶，我会当做即种练习，就是我本地有兴趣，佫转做台语诶口语诶练习，用 output 诶方式，安尼想诶嘛真好呢，会当试看觅哦。